主耶稣，请进来。阮的世界虽然黑暗，总是你的真光拨开黑暗。阮虽然捌感觉无前途，你的疼却永远坚定。阮虽然会行迷路，你却安排一条活路。阮虽然非常惊吓，你却赐阮极大的喜乐。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台北的城，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主基督。